欢迎透过公司第一台和华视的这个频道，咱做伙要来看一场台湾对上香港这场比赛，真正咱讲到头两场比赛啦，咱先赢这个巴勒斯坦，咱过来赢这个韩国，拢是可倒的这个方式，今日咱面对着这个香港队，咱派出来这个先发投手是来自咱这个统一赛高伟强来做先发啦，今日这个比赛呢是阿明、赵伟明和咱的国球老师做伙来报这场比赛。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Team 台湾，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哈！老师今日有一个望，敢问再甲观众朋友讲一下？免望啦，这不是望啦，这是讲这已经是吼，这个免讲的秘密，大家拢知的秘密啦吼。所以咱今日就是以分组第一的这个态势咧，要继续来前进这个咱讲超级循环赛，目标就是抗伫咧上尾一战咱的这个冠军赛尤其咱看到讲，这个咱伫咧 B 组是分组第一的这个态势啦其实咱看到讲对另外一组 A 组咧进前就是两名今日暗时嘛要小对头是这个日本和中国啦因即阵拢是两场的这个赢场今日咱下晡看到讲，这个韩国咧其实是赢这个另外一队所以因共款是2胜一败，但是咱今日的取得另外一胜就是3胜全赢分组第一的这个态势啦今日咱嘛讲到。规个打线头顶，咱有做一个调整。其实咱嘛看到真济，咱昨好的这个表现虽然这个中方有这个咱讲火较掂嘛但是尾手咱看到讲，咱的 Captain Taiwan 单敏树拢有真好的这个表现。咱讲到今仔日的这个打线是有做一个调整，咱等下当好好来介绍啦过来请教老师啦就是讲这场比赛了后，咱当休困一天，未来咱会当安怎来做调整咧？今仔主要就是咱即马目前就是准备拜五。对着即个日本啦复赛部分，复赛部分你若讲无意外，咱赢日本赢中国，咱就是用拍入去冠军战啦。是，主要是安尼啦，因为咱坦白讲，今仔日即场香港香港会使讲是即组内面上弱的一队啦。是，伊是注意输即个巴勒斯坦。所以我感觉讲即场应该是轻巧啦是，咱会使讲用一个以球会友的态度。来甲香港即个交战尤其即个香港教练团内面有一个咱大家真熟悉李文星，即就是较早咱台湾棒球真有名的小飞侠，是捌拍过统一赛，嘛捌做过统一赛总教练，是。迄当阵做总教练时阵也是摕到这个统一赛迄当阵3连霸的一个总冠军总冠军。伊来做先发，其实咱嘛讲到前两阵的这个先发咱看到有陈柏清也好，也是林胜文小连帅，咱拢无互对手得到任何的这个分数表示咱的这个咱的语调也是收了真好势。咱嘛搁回顾昨迄个比赛大家嘛是料想袂到讲，为什么第一局这韩国队就换3人投手中基尾咱嘛讲到只换5人投手咱看即阵咱这个排名是来2场赢场无任何这个败场。B 组咧，咱是搁有这个韩国伊今日下晡咧赢1场争输咱，所以是2场赢场1场败场啦巴勒斯坦排伫第3，香港排伫咧第4啦但是对香港来讲，伊嘛是做一下来讲做一下训练尤其面对咱台湾遮尔强的这个选手咱嘛看到香港这个先发的打线，因1番派出来是郑凯婷2番是马汉文，3番是温子贤，4番是吴友平，5番是洪俊伟，6番是谭浩贤，7番是陈德尧，这个8番陈书武，9番是方安生，这是因排出来的先发打数。这今仔日阿明，咱在香港队是咪用广东话啦？广东话你好，我看到即句尔。虽然这个香港的朋友，咱台湾也真济但是也无机会去学这个香港话。即阵咱嘛来看咱今日这个手臂的这部分，头拄咱嘛介绍过咱的这个投手是高伟强，来自统一赛这个捕手咧是蔡伟泰另外咧这个一垒手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同款是敏树敏树今日讲4番二垒手是这个王定玉，今日头一届出场这个3垒手咧是来自台电的黄碧瑞嘛是今日第一届来这个出场。过来是小岛陈胜贤过去有这个大大建功咱的这个外野手咧这个分别有这个赖道陈志武咱先来看现场这个投手传向一垒，球到后面数无问题，一球解决一个人是
这就是这个推啊讲甲断去啦吼。投手家己接起来了后，轻轻松松传向一垒。香港队内面有一个投手吼，是，这真有名吼，嗯这叫做姓郭，名曾是，郭曾，哎，郭曾这啊，咱有咧看武侠小说吼，这金庸吼，金庸的这个射雕英雄传是内面的男主角就是郭曾。今仔日今仔日有对方投手的先发吼，所以一个保守毋知是物黄洋无？这个，互大家有一寡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基地伫咧。是。咱的这个郭伟强然后来做先发。高伟强，你头叫我救去啊！我讲郭郭靖，嘿，郭伟强，高伟强，嘿，武功真高强哈。这球较悬，想要来问一垒心，应该是无失退啊啦吼。香港主要棒球较无法兴啦主要拢是兴骹球啦。因为甲这个英国殖民有关系。是。这球是较外角的这个歹球。其实香港毋知有咧拍这个板球无吼，这个 cricket 吼。你若讲板球来拍野球吼，无定会较适当一点嘛吼。是。咱讲棒球的起源嘛是甲 cricket 有关系吼。先来看这球当处理起来无？交互民宿共款，大丈夫的是无问题。民宿伫咧这个界外区，甲这球接起来，两个人出局。过去进前吼，真古早进前啊啦。有一出香港的电影吼，叫做《母野之城》啦。啥那叫做母野之城？伊这野就是野球啦。一出的电影就是咧讲香港吼是一个无野球的城市啦。是。这真趣味。哇塞，这真久的电影。会当去找一个，应该是袂歹看哦。来，先搁看这粒，投手无法度处理，交互小岛处理，大丈夫。3粒球拢交互咱的 Captain 台湾民宿，互因3上3落。第一局顶半局无得到任何分数。建功，今日是担任小岛的这个位。香港这名投手是用这个切投啦吼，是切投，咱来讲这个英语叫做 side arm，你啊日语吼，日语叫做 side throw， 是咱台语啊，咱台湾的这个俗语拢会讲用塞啦，用塞啦吼，塞落安尼，就是切投，切投就是咱咧塞这里吼。是为这个塞的 throw 来，是为这个日语哈，塞的 throw， 外来语的概念嘛。是。咱这个沿用的用语拢做侪是外来语的。日语为日语啦，日语其实为英语啦，但这是日式的英语啦哈，因为
你啊英语照你讲是 side arm。先来看这球，攻出去，有机会。出去啊！出去啊！这个是一个开局的 home run，home run， 吼，这是咱台湾队这个系列赛内底，哦，第二支 home run， 昨迄支咧是2分8点的塞尔纳的 home run， 今仔日是单胜权哦，一个开局就讲出一个 home run， 这叫做手打式吼，好不啦？是手打式的开封啊啦吼，赞啊！甲昨这个民宿啊，迄支方向是同一个方向。但是民宿啊，迄支吼，昨一讲出去就真确定啦。哦，后迄个角度啦，嘿，伊迄个力头吼，是，啊，个伊个方向角度，啊，即球是要啉啊，打多出去啦，因为较悬一点嘛，嘿。所以咱来当来期待这个二番单底股，哦，过去2场比赛，哦，大打嘛是有建功，所以这个打算做一寡调整。哦，这嘛是吼，这个练兵，尤其咱主要是练兵啦，吼，主要练兵啦。因为咱拢知影讲香港昨吼2比5输巴勒斯坦。是。啊，今仔日韩国9比0赢巴勒斯坦，咱14比0赢巴勒斯坦。所以你为这个美洲的这个4队吼互相的对战，就会使看出大家实力差不多会知啦，吼。台湾第一名是真正无话讲啊，所以讲咱讲这场基本上是以旧会友啦，嘿啦，交流赛的意思。是。啊，这就该就是讲出去界外扣害掉去。我顶半局讲的无影之城吼，这部电影是我查者2008啦。哦，要算新呢。啊，伊这个剧情吼，主要是根据这个香港棒球代表队吼的事迹来改编的。是。嘿，所以大部分是真人真事啦。嘿，这我那真趣味啊。就是讲，伫咧无棒球发展的国家，安怎去发展？城市啦，吼，是。啊，结果你看安尼，我那甲咱三信呢，吼，无影之城，无影之城啦，吼。是。香港吼，这先发投手，啊，过境，甲第2番的单底股送伊一张 K。这嘛是这个这届赛会内底，吼嘛是用一个3D 的这个模型。立体啦，吼，立体啦吼。即阵轮到咱的3番潘俊武，潘俊武过去咧第1场吼，就是有一支3垒安打，啊昨吼嘛是有袂歹表现啦吼。大家看清你那边吼，这投手叫做郭靖吼，射雕英雄团，吼，咱听到咱的这个教练团啊 ，OK， 2粒歹球，啊，这个其实过程也是，这个衡量18种，目前呢球数是潘俊武领先，这球改，哇，一个2垒方向传向1垒，甲潘俊武刺杀伫咧1垒，目前2个人出局，过来要轮到的大家期待 Captain Taiwan。陈敏树，哦，昨和这个周日拢是拍3番，即阵来，互伊这个共4番的位啦吼。看会当陈敏树过来一支无？较闪淡薄吼。主要咱今仔日的打击吼，也是慢慢调整家己的状况啦。是。其实换起来就是嘛是伫前2场内底吼，也是有真好的表现，放伫咧头前番啦吼。是。所以咱看到单胜贤一个起来就是一个 home run。啊，今日佫有2位选手吼，是头一届上场是排伫咧7番甲9番，碧瑞和这个王定玉。目前球数是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哇，这个有甲声到啦吼，摔甲真大力啦吼，结果他们俩无啥对。是，所以目前呢，陈敏树2粒好球，一粒歹球，球数是投手领先。好，是一粒
个摆球，走伫外角。是。陈明书面对过境的打击，看会当甲伊突破无？嘛是较外角的球，球速已满，目前来到满球速。过境和咱的 Captain Taiwan 的对决。哇！这是去用三线去甲捉拍啦吼！哇，这个嘛是袂歹呢，过境武艺嘛是真高强呢，甲咱三星两个哦。是不如个咱第一局后半局靠着陈胜贤 home run 得到1分。公司台记台阿文报道，厝边的赖大道斗阵讲台语，阿文头一摆都实在有够强。厝边的生活用语，做伙练台文，台记台活泼的赖大道，等你来买哦。好，咱线顶好朋友嘛使继续入来吼。咱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双声道吼来听台语讲，这场比赛是台湾和香港的比赛吼，咱看到讲第一局这后半局，咱靠着陈胜贤一支 solo home run， 先得到1分咯。目前来到咧第二局的顶半局，吼，同款是咱的这个先发的投手高伟强来做先发。香港队的4番是第4棒，吴友平。大家也对香港棒球发展吼，啊，小可有兴趣，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吼，是咧少年棒球啊吼，叫做《点5步》啦吼，点5步，哦，伊这嘛是真人真事后来改编的，是，哦，真事伊就是讲第一支香港的少年棒球队啦吼，咱讲即个Little League少棒联盟，伊一队叫做沙岩队啦吼，伊就是要这部电影就根据讲因捌拍败即个日本队伍吼。得到冠军的这个事迹啦吼，当然我刚开始邀请赛。先来看这个，投手处理了，应该是投手直接接入手头，直接接入手头。摕到一人出局，吴友平因的4分。其实今仔日头一个出局数嘛是找到咱的这个投手高伟强，第二局起来嘛是同款找伊。迄个算第一局起来一粒球吼，接到团乡一队啦。是。这轮到是香港队的5嘿，第5番啦吼，洪俊伟。头仔老师讲到，迄个年代背景可能嘛是和即阵因接卡啊，若是香港发展3级棒球，可能嘛是。无打开始，伊个少年棒球是1984啦，1984嘿，1985年啦，吼，1985年是已经是40当前的代志啊，41当前的代志啊啦，吼。啊，一个迄支队伍叫做沙燕队啦，吼。是。沙燕。我来看成即球来，哇，二垒传向一垒无问题，虽然球有小可落去，但是同款交互咱的 Captain Taiwan。刺杀出局，2人出局。
棒球这项运动吼，你爱自细汉就开始培养啊，爱自囡仔就开始网球，是开始接触，你半路出家，一般来讲是无可能啊。有影。这轮到是因的6番，今日担任捕手的谭浩贤。谭浩贤过去6个打数拢无任何安打哦。这较内角，安排也扣起来，一个好球，一个歹球。有已经到了算袂歹啦吼。是啦，安尼当然对手是对手香港啦吼。佫是一个好球。但是香港吼，伊虽然前2场拢输吼，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伊拢有摕到分数。有影。伊对韩国摕到1分，是对这个巴勒斯坦嘛摕到2分啦。所以毋是讲无得分的能力。哇！但是这个是 hit by pitch， 接到伊的身躯，接到伊的应该伊的手啦吼。这是，伊是看卖咧哦，看有条杆是不是？毋是，看敢会着腿啊是，着巴达就是盖外球，着手啦应该是着手啦吼。今日安排的是中国的安排啊。主审，头拄有咧听讲抗议一个，应该是香港队咧画的。伊要抗议啥物？这个香港队伊会使抗议啥物？伊这暗暝，伊这若是要服气，就是去你一类嘛。对啦，我感觉抗议应该毋是香港讲的吧？嘿。你若讲有争议，是讲咱这边敢想讲敢毋是着手，是着巴达。你若着巴达，就是盖外球啊。是。哦。但是即阵佫举腿啊，可能有机会是盖外球。看卖咧，伊若讲抗议，就是抗议盖外球。即阵咱看到即个主办单位才是算foul。foul 吼。就是盖外球啊。所以即个人数无去你甲一类。咱要有三振的这个机会，所以头拄抗议一个应该是咱看。伊主要你也讲照规则就是讲你也巴达有出去啦吼，你也有出腿啊，去着手，你嘛算迄落啊，所以头拄伊若是着手，佫去做防护，迄就是先着腿啊，再去着手的安尼。嘛有可能啦，嘛有可能讲伊，我看起来咱感觉无啥出腿啊呢吼。所以也咧 communicate 一个。目前记录是看起来是foul啦吼。对，就是香港咧抗议讲主审无应该是判foul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哇，即马伊感觉刘翔无法度啊，伊是要换人啊。这嘛是这个第2局顶半局，咱过来看一球顶部。这个角度我看无啥会出来吼，来，来看这边。是较，但是手就先压啦吼。但是这可能无改判的空间。若是换人，就是换4号。换4号。所以头拄这个担任因捕手的谭浩贤倒落去啊。赶快是三振，无问题。这是一个变向的，嘛毋是变向啦就是3就3落啦吼。这个无互这个香港队得到任何分数，台湾队1-0领先。刷得来飞起的。
知影，繁华旧名叫放假。山顶的好朋友继续和咱做伙来收看这场比赛。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双声道台语来看这场台湾队和香港队的这个比赛。比赛来到第二局后半局，咱第一局咧是看到讲咱的陈胜权这个 solo home run， 目前咱1-0领先。迄阵要轮到咱的这个5番杨进如。一般来讲吼，就是讲你啊切到吼，是较惊即个反向吼，反向的打者就是倒拍。哦，因为角度的关系啊，倒拍应该是会看了较清楚。是。哦，咱来观察一下。目前的球数是一粒好球，一粒歹球。这个过程呢，头拄啊，先互陈胜权讲 solo home run， 小连续的3个出局数。主要较恐怖是讲有2个三振啦。是，尤其个三振安尼敏数啊，和陈志宇过去拢是这个有长大的表现的选手。过程其实伊嘛是自细汉就开始讲球啊，所以有人写伊讲，伊嘛是3级棒球真完整，搁去因的这个训练队啦吼，是国家嘛毋是国家城市队。这目前咧球数是投手领先，2粒好球，2粒歹球，面对的是咱的第5番杨进如。这粒球较外角。咱这较无彩，就是讲这球速吼，这个速度拢无看的啦。或者也讲看这个测速秤吼，看伊的球速是偌济。是。这个系列赛内底，咱嘛一直咧讨论这支秤到底是安怎。好，这球应该是讲较远，较悬啦吼。但是应该是交互由外野手甲伊接杀出局，一个弯球数嘛真积极来去出推啊。杨进如去互接杀。所以来要轮到的是台湾队6番蔡志如。蔡志如咧昨是较无好的表现吼，食3张 K。蔡志如也是咧寻求伊个人的代表作一个。这球赶快拍去，应该有机会安打。安打，这是足过小道后壁的。这落点真好的一支安打吼，头拄才讲刷尔，就马上寻求伊的好表现，开启了一垒。这粒球其实嘛拍了无讲真绝佳啦吼。咱咧讲的有点仔哪像是这个煞术啦吼。踢去煞术。哪像吊空啦。吊了拄拄啊好。对，到伫这个内外野中。是。真好机会吼，这也是咱讲自 solo home run， 第一支另外一支安打啦吼。想要甲你牵制一下。咱主要吼，咧看巴达吼，看这推啊手吼，拍了好，拍了歹，就是讲，伊这粒球是毋是拍了真有力啦？是。你有当是讲，拍了咱讲打力真好，真有力，但是落点歹，这不要紧吼。你主要就是讲，你爱真有才调去拍到这个甜蜜点啦。是。这球落去啊吼，搏投。头拄啊，一垒安打的蔡志如这阵来到二垒，一个人出局了后。蔡志如靠安打，这阵靠搏投 wild pitch， 亲像伊这种投法的，较有法较接搏投，敢是安尼？嘛无一定，嘛无一定啊，无一定嘿。这控球吼，主要是看控球啦。看控球啦吼。是。
就咧讲你啊，即种切头，还是讲即个underslow 吼，即个倒高的有当动作会较大，较好投垒啦。哦，诶，哇，这球我来看这球，我来咧讲即种这阿达利真好，但阿达利真好吼。哎，但这其实袂要紧啦吼，伊这阿达利就对啊，方向较歹嘛吼，无法度。哦，所以是左外野去互接杀，但是有迄个气味够啊啦吼。是。过来要轮到今仔日咱担任捕手的蔡伟泰，哦，只要讲咱钓球钓了水吼，即个球钓了真水啦，就是真值钱、真值价啦吼。对，诶。轮到蔡伟泰，共款二垒，是毋是等甲伊送倒来？啊，这是偏打架来角。咱希望逐局拢我都摕到分数啦。有影。不管对手是强啦吼，是紧还是慢啦吼，主要来讲你推下手吼，爱甲球，吼拍好。有影。目前这个球数是打架领先，2粒歹球，无任何好球。咱若球要拍10支，就是讲咱的腿啊吼，爱用咱这个甜蜜点吼，咱这个 sweet spot 去攻到球啦。是，尤其这插腿啊吼，伊的甜蜜点的范围会较小。哎，连续3粒歹球。啊，有当当到这种用塞吼切头，还是讲倒高的伊球咯，有当球会较够走。哎，啊，较够走有当就是讲你腿啊出去，会较会找无到你的迄个甜蜜点啦。拍袂着球心啦吼，咱讲拍袂着球心。对打者来讲嘛是另外一种考验吼。是。或者是真明显的这个歹球，所以是蔡伟泰同款得到一个补偿。哦，来到一垒，哦，这是今仔日哦第二局，咱靠一个安打哦搏斗来到二垒，即阵蔡伟泰去补偿，来到一垒。哦，有影透过这个画面，无改冤枉啦吼。4粒拢是歹球，无伫哩这个 strike zone 内底。但是有2粒球伫即个4颗链边吼，其实嘛算袂歹。是，因为这种切投吼，伊一般基本上有两种球种啦吼，就是讲 sinker 吼 ，sinker 跟 slider 啦。啊，伊这走法会加你3/4是 overthrow 的无共。先来看这球，啊，先要甲take out，所以这算是一个take out这个出局，留下这个1、2垒的残垒，咱伫第2局无得到任何分数，1-0领先。我文在地啦。你啊，英语用写 FC 啦 ，FC 啊，哎 ，Fielder's Choice。哦，Fielder's Choice。Fielder 就是野手嘛。野手。嘿啊 ，Choice，Fielder's Choice，对。哦，野手选择。是。多谢多谢。任何棒球的，你拢会法度用简写啦。你比如讲搏斗就是 WP 嘛，我咧 pitch 嘛，吼，啊你也保育就是 PB 嘛，PB。啊咱若讲三振就是 K 嘛，啊你会用讲哦 K 啊倒变，你用讲这就是一个吼。K 啊，有诶讲 K 倒变，就是讲你无出腿啊啦，吼啊有诶写 KS 所以嘛，是，吼啊有诶写 KC 就是 code，就是破决诶嘛，哦，裁判破决诶嘛，是，就是 call strike 安尼哈，对 call strike KC 嘛吼，啊有诶讲 KS 嘛，KS 就是讲你有出腿啊嘛，欢迎继续倒来咱诶这个现场咯。继续比赛来到第3局的顶半局吼，咱头拄只咧留下一个1、2垒的残垒吼，有影较可惜淡薄啊。头拄这个是野手选择啦吼，先甲伊take out第3出局数。啊，第3局顶半局的同款投手是咱的高伟强。高伟强的过去，伊讲伊的投球嘛是威力嘛是会当上紧投到150啦吼。
这150应该香港的选手基本上要摸会到就真困难是啦。，但是看这个称139，有比进前2场比赛嗯较悬一丝。先来看这球，交互3垒，传向1垒，应该是无问题。这卡定嘛委弯的，是，这是因的这个6番单倒桥，应该是6番7番啊吧？诶7番啊，吼，因7番为这是诶7番对对第对， 3球嘛，伊前2球拢讲3上3落，是诶，所以即摆应该是第7番。向刺杀。即阵来到8番单输武，是因今仔日1垒手，先一粒射落去，好球。你已经真明显看到，只要咱即个高伟强吼，嗯伊啊吹的速球，因巴达拢走对袂着啦有。影？这球是foul ball， 2粒好球。照你讲，香港因队友中间应该会讲广东话会较侪吧？吼。是。啊，不是个咧，伫咧新闻报道啦吼，是伊嘛有一寡选手来台湾读册，哦，伫咧文化大学嘛有要寻求选秀，是你呢，这温祖宪吼，就是今仔日的3番，你袂歹哦，吼。就是咱台湾嘛有培养着啦吼。3粒好球 ，call strike，这是这swing，swing，这是有 swing 的吼，是这是有出腿啊，你也扣就是讲，这个徛伫遐啦吼，徛伫遐啦，就是扣就是讲安排扣，安排甲你画啦吼，共款这个头杯这个图。你看，嘛是投了真好势。过来轮到的是因的9番邦安生，邦安生是因的 DH。香港组内底有真侪拢是兄弟，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做伙来讲球的，有3组。咱看到头拄讲的，你讲的温祖宪哦，因妈妈是台湾人啦，是，所以老爸是香港人，读文化，然后又参加这个2024这个台湾职棒伊的选秀，是，较可惜无进去安尼。来读咱这个文化文化大学棒球队麒麟啊，三振，同款互因这个3上3落无互任何人去哩甲吕包头顶，台湾也是1比0领先。头家，搁来一杯。山顶好朋友同款，甲咱分享出去，互我侪人看到这场比赛。目前咱要来到第3局的这个后半局。咱山顶即阵嘛有100外人，大家拢讲表现真正真赞。下班赶紧来看球，有影即阵7点打下班啦吼，紧招你的亲戚好朋友。咱等下就要伫3局的这个后半局，共款是新的一轮开始，要轮到的是陈胜贤，今仔日有一支 home run 的表现，全垒打王。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双声道，用台语来看棒球，用台语来听棒球。即阵来到第3局的这个后半局，是咱台湾队来做攻击。攻击的是今仔有一支 home run solo home run 表现的陈胜贤。
就是为即马即个48号投手桂精球中攻出来。是，所以武侠小说内底，咱是对阵有成功啦吼。桂精伊咧伫香港吼，3级资历我那真完整吼，是，都捌摕到即个全垒打王。嗯， 1999年吼，目前25岁，183公分，68公斤。所以面对台湾队算投了袂歹啦吼。这个2粒好球的领先，但胜贤看过会当攻出去无？这个是甲破坏掉去。这个咱拢讲了吼，嗯，讲了无好啦吼，是讲无着揪心啊。嗯，伊的身躯嘛，对，这个身体姿势拢歪去啊。重心失去啊。是。我紧去重新调整一下。来到咱之前第三局。讲吼，讲即个切投即种投手，有当球较后走，是伊球无紧吼，但是球会走。歹找到你讲的这个球心点嘿嘿嘿哇，这个应该是看有迄摆pitch的空间无？有啦，这应该无问题啦。是，这是第三局的头一个人数，但胜贤呢是去互香港队迄摆 pitch 贴着身躯，哦呀，随哭落去。这个球，哦，着即个倒骹啦吼，倒骹即个骹腿骨骹床下骹吼嘿骹，床这大腿。所以目前咧，咱第三局的这后半局无人出局，哦，徛起的一垒是靠陈胜贤。对嘛，先简单处理吼，嗯混一下灵动剂咧，先简单处理吼，气走一下，去走一个，或者过程一路礼貌呢，是，吼，佮帽啊吼，穿一下帽啊抵一下，弄一下歹势，毋是挑地工的啦吼。是，这阵轮到是咱是反弹地股，今日面对过程呢是一个三失。先甲牵制者，是虽然甲你牵着，但是我是牵制你安尼。因为伊主要是讲甲看咧吼，甲挂掉，莫互离伤远啦，因是为有卡定的开路的嘛吼。开路先锋有卡定啦，啊，通常啊，就是我尽量讲即种用切投啊，是讲用倒钩的投手有当动作会较大一点嘛。伊会掠你这时间差了吼。这阵轮到是单地股啦吼。其实垒上有人吼，嘛是考虑到伊的控球啦。是，有的投手就是讲垒上无人吼，投了真好，垒上有人吼，因为伊即个换即个适度吼，换即个适度的姿势吼，控球就开始走进去啊。这就先逃走啦。投垒啊，嘿，成功投垒的是拄只 hit by pitch 去哩一垒，但胜贤投垒成功。咱讲投垒吼，主要就是掠即个投手的空。嗯，吼、有当咱咧讲吼，讲投垒毋是投保手的垒，是投投手的垒啦。是有当你投手吼动作伤大，保手接到，其实保手搁哪厉害嘛，投袂到。有影。决定也是伫咧投手身上吼。啊，但是有的投手动作是真紧，是动作速真紧，爱着考验保手的较大，嗯，佮保手的反应。是。所以敢有投三垒的可能。有啊，你也有掠到伊的，咱讲掠伊的空吼，掠到伊的即个动作。是。伊的时机啦，主要讲掠即个时机。知影伊当时要投球，知影伊当时要牵制，有影。你要走就去做走的。啊，这球先来看到单第五，哇，找到真二垒手无彩吼，反用一垒是一个刺杀。但是走前加到三垒啊啦，哦因为这球去到正手边，是，已经伫咧三垒的得分大门啦。就伫咧三垒的是 hit by pitch 去哩，啊，搁伫咧头垒成功，即阵来到三垒。哦，呀，即分就爱转来啊吼。即马一出球嘛，是，因为单第五吼，伊即个观念是正确的啦，是伊
倒拍吼，甲球向正手边。是，互二垒有他都走到三垒去，你若讲拍去速度遮，就无机会通走啊。对啊，就伫遐甲动咧。对。啊，一般伫二垒的走者正手边，即种球袂使走啦。啊，你若伫倒手边，你就会使走。嗯，即阵轮到潘俊武，积分一定要摕落来。有影，这基本功啊。是。一个是好球，一个好球，一个歹球。或者咱之前有讲吼，只要甲球吼降啊远吼，降啊远就有机会摕到分数啊。有影，毋免安打就有分数。不一定要安打。即个是较偏内角，歹球。老师头拄嘛讲着吼，面对即个打者吼，伊看较远，伊的视野较宽啦，做打者。对，伊的角度啦，主要是角度啦吼，是伊较有法度看到即种用塞的吼，伊的出球点。喂，即个投了袂歹咧，意思我哪够啊？但是你也共向的吼，比如讲即个切头是正投共向的，你的角度哦，迄个会较歹咧，会较一摆一次啊，吼。目前咱球数领先3个歹球，一个好球，面对的是咱的潘俊武，来含郭靖来做一个对决，三垒有迄摆配是头顶去的陈胜贤，甲送倒来，啊，这是一个界外球，较可惜吼。嗯，目前球数已满吼，来到满球数。这个球对郭靖来讲有一寡空间伫无，因为一垒是空的，啊要制造一个，但是要甲伊对决来观察一下。看到你摆话啦。是。哇！但是这个，哇，这讲较天顶去哩，好你刚才无守备的机会，这是一个同款是一个好球人维持满球数。目前咱已经看到足侪咱台湾队的打者吼，其实拢讲了无好。扫拍呢毋是扫拍，就是讲你无法度掌握到迄个球点。啊。嘿，无法度掌握个球点。就是伊运用伊这个投手的特性，嘿，伊球爱搞走啦吼，你无法度去掌握到伊的球点。是，同款满球数，潘俊武顺球，哦，这是一个歹球，所以潘俊武一个补上，去你个一垒。这也是这个郭靖，啊，两个补上，啊，今有一个 hit by pitch， 啊，所以算3个补上去哩吼。算4死球3个啦吼，咱若讲日本话吼，因为日本的4摆球，伊叫做4球啦，4球啦，啊死球嘛是死球，哦，4死球啦，就倒某路啦，是4球含4粒4，这个歹球安尼。是。所以目前呢，咱伫个一人出局，三垒有人啦。即摆换数啊，是看陈敏树，伊这个走者冇可能会先走啦吼，先头上二垒，避免相杀啦吼。敏树就是咱昨看到第7局，西洋人的 home run， 因为这个赛制关系，10-0，有逃走。哎。这应该是超二垒，伊这嘿，伊这是手臂吼，伊主要是投手砸的是讲要提防这个本垒，三垒嘿，三垒要走倒啊。是，这目前呢，佫投垒成功，目前这个2-3垒有人啦。哦，咱也咧顺球这局的安打哦，吼，这阵球场顶的都毋是安打起的，哎呦，但是这个界外球推下去甲。找到啦吼，讲这种叫做 check swing 啦吼。所以目前的球数是投手领先2粒好球，无任何歹球。来2分打点，能够当画一下敏树啊。这保手徛较悬，要甲抓心。哇，这条我呢，是讲较外角啦哈。是。这个 replay 是看到头垒的潘俊武。2-3垒有人啦吼，真好，陈敏树发挥的空间。哇！但是我去续拍，
哇这是一个三振，这是过程投予陈敏树的第2个三振，哇，较可惜淡薄啊。两件的三振拢是飞空吼。哇，真正较无彩淡薄啊。是吼，你看叫这个变化球掉掉。是。所以嘛，代表讲这过程含因捕手的这个配用，其实嘛是有调查过的吼。知影这个选手无介好食。主要是两粒好球啦吼，你两粒好球要来运用你的变化球的空间来吊打者，较济。嘿，机会就较大啦。有影，即阵来到咱5番 DH， 杨进入第一球。其实你也看拢拍了无真，哦，拢无啥着球心啦吼。有影。这可能要紧调整吼，因为这算第2轮啊呢。第2轮的对。嘿，你若讲啊，第一件吼，第一件不要紧，大家拢7分。是。但你已经拍过1轮啊，应该也阁无掌握着吼，你分数可能就摕袂多啦。游袂开啦吼。目前是一个好球，一个歹球。那么讲到今日2支安打来，一支是单胜现的这个 home run， 另外一支就是吼。第2局，第2局这个错地路嘛吼。所以咱也是寻求一寡安打的这个表现哦。因为即阵上垒的拢是迄摆配球甲补上去的。照你讲，我头一直讲过啦，倒拍应该要拍伊的球吼，较好势，较无讲好，较拍袂讲真歹拍啦。是。哦，啊是啊想无是讲是安那，目前感觉钓球拢袂钓了真水吼。两个歹球，一个好球，好，共款是偏内角，这个是歹球，3粒歹球，一个好球，这个杨进入啦吼。现在是安排共款是 DH。咱若讲即个切投吼，有2种，就是 sinker 跟即个 slider。sinker 就是走去即个吼倒拍的外角啦，吼啊 slider 是走去倒拍内角。啊，这球是界外球。杨进入咧，其实昨拍韩国拍了袂歹吼，昨是有2支2垒安打，1垒安打。啊，即阵也是有打点的机会。目前咱也来看吼，其实过程实在是投了袂歹。有影。哦，伊即马2.2局吼，2.2局已经互咱哦，送互咱3K 啊。是。看来寻求这个波，这个刚刚他破坏掉去。你有看，其实我感觉袂破坏啦，伊嘛是想要甲甲卖出去啦吼。这界外球吼，其实我是感觉伊无法度掌握，伊的点煞掌握无啥会对啦，因为球真后选，真后走啊。是。好，这条就是真明显的一个歹球，同款是一个补送。伊补送是杨进如，过来是要轮到今仔日吼第2个安打出现的蔡地如，咱的6番。是。蔡地如，咱讲吼，今仔日算讲了袂歹。哦，伊昨咧是3张 K 啦吼，啊，今日是咱另外一支吼，就是安打的出现就是伊咯。啊，面对即阵满垒的局面。做形容的时机来啦，是，哦，这啊好球吼，爱好啊把吧，啊唔通唔通凊彩去拍歹球啦。是。哇，这球偏较悬吼，敢若有悬度无远度，小度甲接起来，咱留下一个满垒的局面有够可惜啦吼。但是咧，咱也是靠伫咧第1局但顺现的 solo home run， 也是1-0领先。公司台记台阿文报道，趣味的赖大图，斗阵讲台语，阿文头一摆，图实在有够强，趣味的生活用语，做伙练台文，台记台活泼的赖大图，等你来买哦。欢迎继续回来咱的这个山顶的现场，咱来看咱的好朋友。好，咱讲真可惜，满垒局面无得分，嘿，无要紧，咱期待因有另外得分的这个空间。
啊嘛有即个好朋友讲，用台语报球就是赞，哦，有影，咱来继续来用台语来推广任何的代志。这其实啊，同好就是讲啊，对香港队吼，嗯，有法度一个用台语，啊一个用广东话，吼，啊两个拢听有，嘿嘿。哎，好，咱过来学一寡语言之类。哦，这个香港呢吼，其实这个过去咱嘛真接去，吼，嘛是真意爱一个所在，吼，但是即阵较袂当去安尼。不过来调整一下心情啦吼，即阵要来到第4局的这个顶半局，换香港来进攻。第2轮啊吼，是。阮继续转来到咱的这个第4局的这个现场吼，投手游玩是咱的这个先发投手高伟强。吼，今仔咱互伊3上3落3局，其实咱讲过程投了袂歹，咱的投手投了搁较好。相对的啦吼，是啊我感觉讲袂使讲咱投手搁较好啦，当然咱袂使讲去吼，咱的看无共啦吼。嘿，无共啦，就是讲你两队的迄个战术吼。级数无共啊，种相对两边即马咱1-0，按来看其实是香港的投手表现真好啦。是是。咱毋是讲咱家己的投手表现歹啦。先来看这球是一个不惜三振，传用一垒，也是算 out， 抓到第一个出局数。这个画面上看的应该就是李文星啊，吼。是。咱台湾。小飞夹，小飞夹，嘿。啊，无进入到因第2轮的2番马汉文，啊，今日顶受因的这个3垒。哇，这球攻出去是一支安打，安打哈，用第2支安打出现啦。是，自高伟强的手里。讲出一支安打，非常欢喜吼。咱看讲顶2场比赛，香港是拢有摕到分数。是。即马一队的指导教练就是小飞夹，李文星。啊，这是咱的总的唐丁凯。来过去，一球真正红中啦。这阵轮到是温祖贤。就是咱头拄啊介绍过吼，是有来参加台湾吼这帮的选手，是，还佫有受到这个李文星教练的推荐吼，今年春季有来参加春训，是，吼参加这个 camp 啦吼，等讲，就是对咧训练啦吼，春训，伫这个球季还未开始吼，这个香港来台湾，亲像咱的台湾选手去甲美国也是这个。日本同款吼，参加春训，啊，较好诶，就会去用 Q 去。这是两粒歹球来，哦，这是一个好球。还是来参加春训啦吼，第这个统一赛来春训啦，啊嘛有接受这个日团的 try out 吼，就是测试，结果测验啦，结果无通过，最后无通过啦。这球也是讲伫咧解挂，两粒好球，两粒歹球。这一垒是头拄则讲安打的马汉文因的2番，也是有投手的好朋友机会。温主贤算讲港台合作吼，港台合作啦，老爸是香港人啦。这是今日咱看到。咱的先发投手，佫一张 K 送互因，今日投了有4张 K， 这是应该是第5个，第5 K 嘿。第2局有一个，第3局有2个，是。第4局目前嘛2个。因为咱今日第1个是不惜三振，是不惜三振嘛是三振，不惜的三振，但是尾啊有加刺杀啦，是，有弹你加刺杀啦。这个嘛，准球传用2垒，野手选择。哎呦，好厉害在！虽然吼这个马汉文讲一支安打吼，但是
尾啊稳落来，啊无因得到任何的这个分数，台湾队也是1-0领先。恭喜台记台阿文报道，趣味的赖大图，斗阵讲台语，阿文头一摆，图实在有够强，趣味的生活用语，做伙练台文，台记台活泼的赖大图，等你来买哦。爱加油，爱加油！有影，讲了，无食家。咱线顶的好朋友继续回来到咱这场比赛，咱来看大家有啥物话含咱。目前咱三局敢若讲2支安打吼。是。有人讲伊是香港人，但是感觉这场比赛，这后壁话我都莫讲吼。互相加油啦吼，以球会友。好，咱真正爱。继续透过咱公司台记台和华视双声道的这个频道啦吼，咱做回来看这场比赛，台湾和香港。目前比赛来到第4局的后半局，这轮到的是咱的7番黄碧瑞，面对呢这个先发投手也是郭晶，目前用球数是58球，这球是速度的方向传向一垒，同款是刺杀伫咧一垒。其实咱先莫讲咱替台湾加油，即个吼，其实咱即个过程实在是表现了真好吼。是。我头拄老师嘛讲着吼，伊过去3级棒球的经历，自细汉就棒球，迄个球感，虽然伊是切投，但是咱也是顺球突破一个安尼。是。目前轮到是蔡伟泰，蔡伟泰今仔是互这个郭晶补上。虽然讲伊今仔日投出的补偿有较济，但是咱嘛食足济客安尼啦。是。除了这个陈胜贤吼，还有这个蔡地如，注意手力攻出去，形成安打还是讲全垒打，其实咱也是咧寻求其他的突破。这个哇，这个这个球较外角一点嘛吼，感觉啦吼。目前球数是一粒好球，一粒歹球。嘛是袂使急啦吼，我感觉嘛是袂使急啦。有影。喂，佫是一个 hit by pitch。这个 hit by pitch， 蔡伟泰去哩甲一垒，特别伊的同款是尻川配迄个所在。哎呦！过去咱嘛看到咱台湾这棒球嘛是有这款切投的投手。有啦，这其实真多啦吼。是。切投你若讲倒高会较少一点嘛吼，咱讲这个 underthrow 吼 ，submarine 吼，这唱水感的嘿，这种会较少。是。这轮到的是咱的9番王定玉，这是咱讲这个系列赛内底伊是今仔日才上场的选手，是来自桃园市的城市队。其实即马嘛会使来一个头点吼，切到有机会头点啦吼。来考验因的手臂啦吼。这个是较偏悬吼。咱的这个切到会当搁较运用较多元一丝啊。是。因为你袂用吼对方的投手球咧行啦，咱拢。拍袂出安打吼，是，你有当就爱时间一决战。好来，先看这球是一个安打，拍走吼，所以打炮战术啊，应该来到3垒无问题。哇，这个正位啊，较大嘛袂歹呢吼，传了准的吼。不过咱讲王定玉咧，今仔日吼去用换起来，做9番的尾翻车也是讲出，咱今仔日第3期安打，袂歹。嘛成功甲咱的这个
哦，咱啊3甲3垒，哇，伊即个正外啊吼，嘛传了真紧呢。是这是一个拍挂走啦，因为一垒已经是先起跑啊吼先。走啊吼。哎，探团嘛来到2垒哦。画面上有看到走到2垒啊嘛吼，是，探团走到2垒，嘿哦所以咱即阵是2、3垒哦。是赞！吼，咱的得分大门2分打点，这个袂当阁捞高去啊！但是看到因的这个教练应该出来要做一寡投手的调整，哦，应该是换落去啊。换投吼，是，即马换起来是这个38号。 38号。哦，今仔咱讲过程的这个表现哦，除了头拄啊，红讲第3支安打，整体表现咱头拄嘛有甲啊，算袂歹啦。其实我坦白讲啦，换起来这无一定会较好啦。有影吼哦，我感觉啦。梁家豪哦 ，Sam， 伊的英语名应该是 Sam 吼。哦，伊这应该就是讲即个投球的方式吼。嗯，伊这应该是到3/4的吼，3/4的出手方式。是。即种对咱来讲无定颠倒较好拍，较惯势啊吼，嘿，较惯势。有影，啊，所以咱讲换投手，吼，这个时阵咱嘛会当期待啦吼，所来选手是轮到第3轮的第1位打者，就是咱的陈胜贤吼。好，咱讲陈胜贤今仔日是一支 home run 表现，伫咧第3局，共款是 hit by pitch， 去哩甲垒包头顶。啊，伫第4局，啊面对2分打点的机会，啊，若阁挂伊家己1分，看会当家己的 back to back。哦，大家注意看，我认为啦吼，即个应该会比过境的球较好拍点啦吼。观察一下，这是一个较低歪球。因为咱来讲，咱目前嘛是敢若拍出3支安打呢吼。有影。3点1局拍出3支安打，这大家嘛安那想嘛想袂到，讲对香港队敢若拍3支安打。是。啊。啊，这梁家豪咧是28岁啦吼。哦呀，伊的这个球的威力啊好啊，是讲这个规个球路吼，拢无过境较好势安尼。是。啊，主要即马就是讲我哪有耐性啦吼，当轻踩的出手。是。目前打者球速领先哦。哎呦，这个较外角，安排也嘛叫。这咱这个角度来看是有较外角啦吼。哦，当然，因为这念仔机伊的角度毋是讲真正啦，嘿，有较斜，嘿，较斜啦，所以咱有当这个角度来看，敢讲这个球实在是较外角。是。哦，但这种球啊，裁判要扣吼，爱注意啦。哎呦，这是一个不死三振。是不死三振嘿。safe，靠咧这个不死三振，3垒的这个咱拿登来摕到咱的第2分。或者是记录是三振啦，但是不是三振。啊，球落去，咱会当走啦吼。是，因为一垒无人。是。哦，你若讲一垒有人，就无不死的三振。好，所以咱靠这个不死三振呢，走登来1分。是。走登来是咱的这个8番的错位台 ，hit by pitch 去的。头垒，伊这拢用早的啦吼，伊拢主要传互投手吼，想讲看会掠到这个3垒的走者无？是。啊，一般这种双头垒、3垒的走者拢主要是暗号啦，毋是正经要倒来摕到分数的。是。哦，除非讲保守正经传去到2垒，佮传了无好，你认为有机会后开会走。哇，佫是一个 hit by pitch。着卡。所以这阵咱是满垒的局面哦。伊这主心双手一比吼。
咱就知影是一个死球啊，是，就是跌到某路，着伊正骹吼，甲伊即个骹刀鳞边啊，即个护骨遮啦，应该是骹目顶头啊，吼。所以这个时阵，咱是有满垒哈，轮到咱的这个三番潘俊武，潘俊武咧今日是一个刺杀一个保送。是。啊，这个头大老师嘛讲着，换起来无。对啦，因为我感换起来无一定，看伊投球的方式，我就感觉讲伊的威力无顶一轮这过程好啦。是，所以第4局是咱真正好好把握的一局啦吼。哦，这是同款是骨啊骨。啊，注意吼，唔通对这个买球吼，凊凊彩彩去出手啦。是。哦，你也好球莫放掉，哦啊，白球你莫去掠拍。这对潘俊武来讲啦吼，一个真好，同款做英雄的机会。这讲出来有可能就是至少2分啊。是。哦，或者是情侣的安打。哦，对，莫忽然出手吼。同款是一个买球。是。因为你拍买球，你要形成安打的几率就降低啦。是。哦，尤其即马满垒你也拍了无好势，无顶爱相杀的，爱嘛是爱势你。这是一个好球。不要紧，看一条哈。伊就往即个倒拍会来甲尖啦。是。2粒好球，一个歹球，2粒歹球，一个好球，满垒哦。免客气。哦，这球应该。免客气，免客气。有机会。来，至少1分啊，至少1分啊，嘿，至少1分。反用。接杀啦哈，各位先打。是。能够1分打点。啊，这阵3比0领先。这阵要轮到的是咱的4番 Captain Taiwan， 同款是有这组，咱讲得分的关键吼。哦，球了真远吼。是。尤其到这个蒋外啊接杀。啊，就是讲，就是这款球啊，十架的球，咱来加拍过呢。是。哦，这就是三垒有人吼，啊，无人出局，这样出局就是拍了远就有啊。是。即摆应该就是搁走啊啦。一队敢无走二队？咱来看一下吼。有啦吼，走垒啦吼。这阵来到的2-3垒啦吼。2-3垒，嘿。哇！这注意哦，今仔日阿叔啊吼，阿叔啊照是无讲介好吼。食2张 K 啊吼。啊，不是个这个咱讲2-3垒，吼，也有机会甲送转来，加送挂。哦，第4支安打，看会当出现无？哦，今仔日照是确实无好，你看吼。拍袂到球啦吼。球会进来，那个面进来一点。 2粒好球，1粒歹球。哎，这球攻出去，看卖咧，所以就做外野，哦，远度无够。但是咱讲今仔日，吼，这个积极来靠到这个不失三振，得到另外1分啊吼。咱目前是这个3比0领先。 刷得来，Vicky 的，耶！耶！哇！嘿！
互因的投手来做参考吼，投捕来做参考。目前感觉哪有得到效果啦？是，即阵咱的这个投手共款是先发投手，咱的伟强。欢迎透过公司台记台和华视上语的频道做伙来关心台湾对香港这场比赛啦吼。有影咱这个线顶的朋友，也是讲收看这个双声道的朋友吼，拢真关心这场比赛吼。咱讲咱的这个马达看会当较强一点吧吼，就破对手。即阵来到5局这顶半局，轮到香港的攻击，投手游玩是咱的这个先发投手。有当看你为倒一个角度看啦吼，有当坦白讲，毋是投手强，而是马达烂。马达烂，有当毋是马达烂，也是投手投了好。就是，看你为倒一个角度来看啦吼。拍数伫咧倒位啦吼，是，看你的观点为倒看啦吼。目前这个投手球速领先，三振无问题。所以同款吼，高位结这嘛是今仔日真好一直有三振的这个表现啦吼。这第6K 啊。是。目前轮到是因的六番因的捕手，这是透过模拟的这个立体图啦吼，来去呈现伊的球路。真明显吼，你看伊这马达的速度拢对袂着这个球吼。讲球高，马达也袂出嚟啦。是。哇！连续2粒好球，看这个记录来看，伊的这个骨球甲翘球拢真好。即阵讲有咧练马叉。马叉。早暗、午暗，一粒暗，使用哪啦？这局的第2K。3粒球三振就是早安、午安。暗安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安尼啦，Good night 啦。今天这个真速捷的完成这个任务啦吼，看咱搁较速捷的无？搁是一个好球，赶快要搁来早安啊啦。后面对的是因的7番单道桥，赶快去甲肉拍。个变化球甲调掉吼，是2粒好球，我用球数嘛真干省的吼，是50球，第5局。你也有法度3粒球甲对手三振嘛是真干省的。有影。这球叫伊嗨着，退向小道传向一垒球互民事无问题。这第5局，互因3上3落，无得到任何分数，台湾队3-0领先。在地啦！欢迎继续回来到咱的这个线顶的这个现场吼，即阵要来到第5局的这个后半局啦吼。今仔日咱也是顺球突破吼，尤其咧咱看到讲因已经换第2任投手啦吼。咱嘛看到讲虽然有出现这个 home run 伫咧第1局，但是尾手咧咱的这个安打吼，若是扣掉这个 home run， 敢若2支吼，所以其他人拢总爱有表现的这个情况之下，咱期待吼，伫咧第5局。主要是看讲你咱前4局敢若讲出3支安打啦，实在是吼。尤其战率足济，有满队战率主要是因对方保送嘛，这个得着人嘛吼，这个 hit by pitch 多啦。但咱主要是讲这靠咱家己战率多保送，迄是对手投了无好嘛。但咱主要是讲咱这场咱是要调整咱的马达吼。是。即阵搁转来到咱第5局后半局，即阵轮到是咱的尤进如。来到第5局啊吼，
所以面对因的第二任投手，咱应该爱有一寡吼较大的另外这作战的这个想法。哇，嘛是叫调掉吼，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哇，这个安排嘛球，两粒好球，一粒歹球。其实甲家己的工作做啊好啦吼，是有当嘛袂用伤轻敌啊吼。嗯，我感觉讲安那讲嘛是尊重对手啦吼，是，以球会友。有影，因为咱就是进入这个复赛是绝对无问题啊。是。就是讲，咱这个分组第一，还有分组第一的太细了吼。目前球数呢，两粒好球，两粒歹球，投手领先杨进入的打击，啊，这是偏悬的歹球，球数已满，满球数。这是粒歹球，佫是一个补送。就轮到咱的6番，今仔日有一支安打的表现，蔡地如。共款即个立体度吼，呈现伊4粒歹球的球路。咱讲这个叫做 K zone， K zone 嘿，好球区啦。是 K 就是表示这个 strike， 共款来一个牵制。这个 zone 就是讲这个区域啊。是。走啊！是。保手团，球落去，大丈夫的是。头队是头队啊，补上去的杨进如。所以咱就观察到啦吼，个保手的传球嘛，毋是讲传了真好势。是，所以当趁即个所以咱咧讲啊，像即种的，就是上一队，就是等于是送二队啊啦。嗯。保送一队哦，你也讲即个保守即种牵制能力无够，哦，就是等于无送到二队啊啦。是，尤其即阵咱是无人出局的局面吼，所以咱作战的这个方式有真侪种啦吼。想办法嘛是爱甲积分送转来。应该是讲不断上垒啦。对对。我是感觉讲不断上垒啦，迄就拿咱昨对韩国讲的，就是讲。只要第三个出局数也未出现哦，拢有无限的可能。有影，这球讲出去，英国安打机会冲出去，小度接无到，应该倒来吼，伊球过了无紧啊吼。当然1分应该是无问题吼。讲出安打的是蔡地如今日2支安打的表现，乡亲好朋友也甲伊拍一下扑仔者吼。今日伊是3支2啦吼，第一支安打出现伫第2局，即阵真正关键吼。积分是实的，是的。要讲实，这嘛是因为对手啦。头拄迄个保送啦。是啦，是。吼，伊也莫保送，咱即分嘛也摕袂着咧啦。哦，毋是讲，你若讲实的吼，18个就是讲安打一直串联。是。吼，拢是靠咱的巴达家己讲的。诶。就那个黄皮瑞赶快走啦吼。这咱应该是 safe 啦吼。即咱若有当一垒挂2垒，咱咧讲的就是讲走假，走假。但是因为咱分数无够快，所以这个战术来是啦吼啦，一般也讲袂偷垒是讲你分数已经有开啊啦，尊重对手吼，是，莫去甲对手侮辱啦，咱就赢较济啊吼，莫去用伤济战术。就是无人出局啦吼，打击的是咱7番的黄碧瑞。黄碧瑞今仔日头一个打球，是去用接杀，第2个打击是刺杀，共款要寻求伊伫咧这个赛季，是真好的开始，一个表现一个。这球攻出去，攻了较悬一点，关度，哎呦，较悬一点啊！哎呦，是一个安打，无接到，接到哈。所以这阵呢，应该倒来提分啊，应该倒来摕分数啊哈。
这球是伫咧无人出球的时阵，哦，真正加，本地球是这个有关度呢吼，无深度，但是可能有风啦吼。结果敢无走倒来啊？敢走到三垒尔？因为可能会想讲会接杀啦吼，所以可能走到但是三垒。也叫动啦吼，无倒来，无倒来，无倒来。所以目前是2、3垒有人啦。这啦无必要啦，因为即马无人出局啦吼，无人出局无必要冒险。在讲安打的是黄碧瑞，哦，今日咱的第2支长打吼，第1支长打是陈胜贤迄支红人，红人诶，赶快呢，这个教练嘛真有经验啦吼。画一个 time 诶，是，即局应该要来形成一个大局啦吼。有影。至少爱3分起跳。是。吼。看这投手。对吼，家己做一下调整者。做一下诶。啊，这轮到的是咱的蔡伟泰，蔡伟泰今日2个拢是补上去的吼，一个是4粒摆球，一个是 hit by pitch。这个第1粒球真出力啦吼，但是球较慢一点啊。哦，目前无人出局，2、3垒。咱讲这个打击吼，是一个掌握时机的艺术啦。是。吼，你要甲这个 timing 吼掌握了好，后伫同好的位置，吼，伫同好的位置去将你的腿啊，将你的棍啊，去攻着球。目前这个球速投手领先，蔡伟泰。跑步，球速又完是2粒好球。蔡伟泰是来自这台南市选手吼，第1场伊嘛是做库保，今日嘛是轮到伊做库保。三垒有人哦吼，球讲啊，远都有啊。这保守安尼比咧，哪像无亲像是讲一条 high fastball 吼。是。但是悬度看拢无悬啊。啊，尤其你啊速度无紧吼，你 high fastball 其实无法度得到效果。是。啊，这球嘛是讲较悬，看有因的手臂机会无？哦，这是因保守接起来。接到哈。这是蔡伟泰一个界外区叫保守接起来一个接杀。目前咱这个2、3垒也是有这个蔡志如和黄碧瑞，拢是靠安打起的哈。过来轮到是王定玉，这讲到球的下骹啦吼。是。这王定玉咧，今仔日嘛有一支安打的表现吼，这是咱今日的吼，这个有安打的8只内底，吼，咱5望甲这2分，吼，2、3垒这2分，搁甲送上来。王定玉是保守。是。王定玉是应该是2垒手。哦，2垒手，嘿，2号啦，看一个雄雄，看伤紧吼。伊的手臂位置是4号啦。4号是2垒手。是。啊，申请2号啦，吼，那这手臂位置搁这个2号的看唔到伊。加油，这个！哦，这个上明显的买球。是。这阵换起来第2轮投手咧，已经嘛来到30几球吼，30要35球的这个球数。好了，这阵面对王定玉咧2粒买球，来好啊选吼，好啊选，啊好球莫放掉吼，好球的掌握起来，嘿掌握掉。好哇，应该是哇多掉汤，这阿达利有较歹吼。哎。这阿达利无好啦吼，这看起哪像拍了真强吼，结果去找人的手套。较可惜淡薄啊，接杀但是讲了真好。这阵要轮到咱的第3轮呢，一番陈胜贤佫出现。即摆来看陈胜贤啦吼，是。这局啊摕到1分实在是伤少啦，咱坦白讲吼。哇，这是。你看卖咱2人出局的时阵，两人出局，啊袂咧无出局，2、3垒有人吼，啊连续死这2个。
哎呦，这是投手的失控的球啦吼，所以算一个歹球。这小可一个脱手伊，脱手伊哈。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哇！但是拢是差不多这个方向，应该无守备机会。哇！但是这条吼，过去互因的捕手接起来，但胜权，哇！咱伫咧2、3垒吼留下一个残垒，不如话咱伫咧第5局，吼得到1分，目前4-0领先。在地啦！一杯。公司台记台阿文报道，趣味的赖大道，斗阵讲台语，阿文头一摆，都实在有够强。趣味的生活用语，做伙练台文，台记台活泼的赖大道，等你来买哦。刷得来飞起的，耶！耶！哇！你敢知影万华旧名叫艋舺？欢迎继续回来到咱这场比赛吼，咱来和这个线顶好朋友来互动一下嘛，为咱台湾加油一下吼。老师来，咱一人一支啦吼。免加油啦，免加油吼，一定要赢啦，一定要赢啦吼。系啦，免加油，这是赢在啊，是赢多赢少的问题啦。是。系啦，咱是讲，感觉讲咱安大城咱发少啦。有影，今日咱这个第一局互人看甲真嗨。啊，但是迄球海完的，海完啦，是开局海啦，就是迄球诶，敢若迄球开，啊，过来3个内面有2个，啥物事哪会要安那海？系啊。尤其咱讲这个，咱希望咱的民俗无，哦，民俗长迄支嘛有来呈现一下吼，啊，但是今日才2场 K， 啊，其实咱讲今日咱完全占袂到因投手的便宜，虽然因有足侪这个迄摆 pitch 也是讲4粒歹球补上吼，但是咱就是讲袂出去。安打5支啦吼，所以这是对咱来讲，若是讲即场要做调整，教练团真正好好做一寡哦，这个破败一个吼，尤其咱要面对这个过程吼，抑个有上尾冠军赛。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记台和华视双语的频道双声道，然后咱做回来关心这场比赛，比赛都要进行到这个6局，然后咱嘛请老师好好甲咱讲评一下，若是准讲这场比赛做调整，
咱未来超级世冠赛，尤其上场可能对日本这个总冠军赛你安怎来看？我感觉今仔日看起来目大拢拍了无啥好啦，是毋是？感觉有即马伤轻敌啊，伤轻敌我当然啦这因为头前迄任投手实在是投了袂歹啦。是。也是甲因上好的投手压伫咱身上，可能这过程啦是。有影咱嘛讲到即个头拄老师嘛有小介2支即个电影，尤其是介绍香港有影之城啦佮即个点5部大家有兴趣会使透过即2部电影去看即个香港棒球的发展。是。其实伊嘛是照兵照将啦甲咱真好的选手即阵去做因的教练。是。对了，老师头讲的即个吕文生以外，即个蔡明宏因的教练团内底嘛有一个兄弟的教练，过去嘛有一个周新基伊这是即个拉米哥的即个选手啦即阵拢去做教练。做因的教练啦所以头拄听到伊嘛是用华语咧讲，可能就是咱台湾过去的即个教练。目前呢，真紧，即个场地整理好势了后，继续要来起鼓是咱这第6局顶半局，目前咱是4-0的即个领先。咱头讲的应该是叶明宏叶明宏是叶明宏即个中信兄弟外号叫做酷啦。所以咱这场比赛啦即个。咱讲15分5局可得7分是7局是10分咱也阁有6分的机会。当然，咱讲到即个香港队面对其他的即个队伍啦虽然拢是输因拢有摕到分数，拢有摕到分数。即阵看起来第6局同款要互高伟强继续来投。伊用球数我那真省啦。真省啦高伟强，咱讲伊是25岁、26岁上即个大龄大年岁新秀职业棒球的新秀。因为一般选秀选新秀的高中毋是，就是讲你嘛是大学毕业选的啦，就是讲一般就是讲年纪你无适合伤大啦你讲包括美国因的选秀嘛是共款就是讲你无可能选，因为你一选入来，你无可能有法度随上一军嘛。是。还是讲随上大联盟嘛？伊可能爱伫美国，伊爱伫农场先训练一下几冬咧2-3冬有诶甚至于较久诶，有哪4-5冬是。你年纪较大，你等到4-5冬，你就要30岁，搁拍嘛无几冬啊。对，对于运动员人生来讲，其实咧真有限、真宝贵啦是，进入到第6局。香港队的攻击来到因的8番，也是讲无，可能是速真慢啦速较慢一丝今仔嘛看到讲，这个高伟强的投球啦有4局互因3上3落。真明显就是讲，伊出腿的速度对袂着咱的高伟强投的球啦。是。所以你也看伊的界外球正拍会走去1垒迄边，倒拍会走去3垒迄边。迄就是讲真明显，你捌打推的速度出了慢。对袂着。来，这球是过路，速度处理起来传向民事，无问题。这个手臂有换人啦这个手臂位置本底是民事这阵换10号。10号是黄碧瑞，所以这个整个有做一寡调动伫咧。是啦，嘛是，互大家拢有起来机会起来小一下，大家拢有上场的机会。黄碧瑞今仔日本地应该是守3垒即阵来到1垒。同款是一粒foul ball，这个算咱来讲叫做接步啦接步，tip。就是去捌打去测着球皮，是去测着球，甲变解挂。即轮到因的交换方安生，两粒好球，投手领先。
哦，真明显你看吼，佫是法律帽，佫是即个一垒方向的法律帽。是，对袂着伊的速度。目前球速到手领先，送一张老 K 咧，送一个无问题 K。所以今日咱讲，即个香港队拍出一支安打尔，哦。目前这是高伟强的今仔日这场比赛第9 K， 是第9个三振。真正是对袂着。这点主要是变化球。是。哦，你看伊出腿啊位置加这个进垒点吼，球的进垒点吼，这有一点仔距离有一点距离吼。是。这个偏较内角。用球数61球了吼。目前敢若去哦，因为二番攻出一支安打。哦，共款。其实香港队教练团内面有2个咱台湾出身的吼，伊应该设定目标就是讲，会甲在香港选手讲，哦，咱就设定啊好，啊面对台湾哦，咱要失几分哦，咱要看法度讲安打无，还是讲摕到分数无？哦，只要摕到，有可能讲，我设定也摕到1分哦，我就这我攻击的策略就可能有成功。是。哦，啊分数甲你压低哦，就是我表示我投手的调度嘛袂歹。这个是三振无问题，这是今日高伟强第10 K， 3球3落，无互香港队得到任何分数，台湾队4-0领先。换投哦，是，即马搁一个倒高的哦，你看，咱来看是几号？第3任嘛吼，是，第3任投手。好，乡亲朋友继续转来到咱的这个线顶啦吼，线顶的好朋友嘛，甲咱台湾搁加油一个吼。有人也是甲即个今日高伟强拍一波啊，10K 真厉害。我看有人咧送礼物是毋是啊15号哦，嘿，15号即个细幕啊，吼。是。欢迎继续转来到台湾和香港这场亚洲棒球锦标赛，咱的这个第3场的这个比赛，目前台湾的这个比数4-0领先。目前看到啊，这个香港队嘛是换因的第3任投手吼。这个会当出种怪投吼，是。这个应该就是有即马 underthrow 啦吼。是。倒高的啦，但是伊这倒高无讲真出手点无讲真低啦吼，是，有即马讲3/4啦，所以他都要陆准培吼，这个先换起来的投手，先摕到2粒好球，但是这粒第3粒就较离谱淡薄。哎呦，这球有食假无？安打，安打，讲出安打的，哇，真正袂歹，是咱的单丢，哇，safe，哇，一个冲二垒呢，哇，这应该算是2垒安打了吼。对啦，伊靠伊的脚程走出2垒安打，吼，伊是看到这个真冲外野手可能
第一个时间可能处理了无好，来咱看一下慢动作的吼。真直接出去，咱看吼，伊攻击到即个线大遐，哇！其实这有一点啊，这啊传了较好，有可能会死呢。伊真接近呢，伊可能是看讲因这个外野手会较大，传球可能传了无好势啦。这一般讲较好的外野手有可能会抬着呢。是。今仔嘛一球是这个右外野传转来，表示较大算是袂歹吼。啊，不过咱即阵的第6球的后半球，咱靠着是单地鼓啦吼。昨咱嘛看到伊有真好的大打进攻，啊，今日伊靠着家己的这卡丁走去二垒，啊，伫第6球真好的开始，啊，咱的这个3番轮到黄俊武。这是一个界外球。潘俊武咧，伫咧咱讲第一场比赛时阵有一支3垒安打。我头仔已经有讲吼，像这种投手，不管是侧投还是 underthrow， 正手的拢一般会去惊倒拍啦吼。是。这球攻出去，棍啊摔掉，但是无够远，同款是右外野方向接起来。走三垒应该是无问题啦吼。推进3垒，推进到3垒。所以这代表咱即阵对第3任投手，可能我都阁摕1分。啊，老师嘛讲到，就是不断上垒啦吼。是。哦，这基本功爱做啊好吼。是。该摕分数爱摕到啦。即阵轮到是高玉伟，高玉伟就是今日先休困，但是即阵佫互伊起来吼代打。咱昨日甲昨的即个4番啦吼，应该是顶半角度，是即摆较晚，是顶半角度起来守备。守备应该是有啦吼，啊，即阵是民数也先落去啦吼。但是来看即球，应该是有机会，出去啊，高玉伟。到出去，着墙啊！着墙啊！啊，来到2垒，意思够啊啦吼。哦，这嘛是讲伫墙啊吼，这个应该是着墙啊啦吼，无处理啊。是。2垒安打，1分来打掉。这大打进攻啊吼。讲啊远，得至少有1分啊啦。来看这球，哦，就是掉伫个布棚头顶啊吼。拍着布棚啦吼。是。不过咱看到讲，这个香港队换第3任投手起来，吼，就是咱的机会来咯。哦，因这补手共款吼，第3任投手一寡沟通一下。哦，这阵2垒就是头拄啊2垒安打，高玉伟差一输啊，就飞出去啊。啊，这阵嘛是换代打吼，李一伟，啊，就是进前2场比赛嘛是有真好表现的啦吼。哦，尤其李一伟昨吼有2支安打。哦，这球球了较慢一些吼。球啊，搁底较入来，可能就是我都线内啊啦。是。啊，球了伤紧吼，啊变一支3垒方向的界外球。是。李一伟过来调整一下。目前2垒是高玉伟。这球攻出去，来，一个线塔，我买咧，哇，叫接起来，我都走，哦，所以伤紧，高玉伟也是停伫2垒，所以李一伟这个是去互接杀出局，目前2个人出局，是，咱若伫咧2垒是高玉伟，这分也是等待甲送转来。目前咱来讲，坦白讲，这个香港队的表现吼，比咱所想的更较好。是，这阵共款嘛是换代打，前2场比赛拢是安排伫咧1番的陈浩稳，这阵来到6番来做代打。
对啦，换倒手的起来是有理哈。是。因为咱讲今日先发打数拢做一个调整，做一个安排啦吼。啊，但是即阵伫第6局嘛，赶紧吼，啊，寻求另外突破，吼，甲这陈浩稳把握起来。哇，结果即个叫调掉了吼，即个班呢是。无前球数是投手领先2粒好球，这是换起来第3任投手吼，莫俊培。即阵打击的是咱陈浩稳，两个好球，二垒有人。哎呦，安排也无赢即球吼，这个老师讲的扣哪呢吼？扣哪，4颗练边啦，4颗练边，陈浩稳大难不输。两个好球，一个歹球。这是一个乌头，这个2垒哦，来到3垒，落投了哈。是，这高有位来到3垒啊，调分的大门口来咯。陈浩稳嘛个声音讲紧走紧走。我这球数也是投手领先，2粒好球，2粒歹球。这破坏掉哦，这无拍，可能是好球哈。是，啊，伫第6局咱已经有2支2垒安打了吼。咱嘛5望陈浩稳换起来，有另外吼，甲这个第3垒吼，3垒即地，甲送倒来。这是拍了无理想，foul ball接无着，伫咧foul ball的位置吼，这个3垒手去接，卡对袂着啦吼。好加载了哈。是是。这看有大难不死无？是。大难。这是头拄啊吼，因的3垒手马汉文吼，就是因今仔讲唯一迄支安打的迄个选手。看2粒好球，2粒歹球。哎呦 ，hit by pitch！ 哇，这是换起来选手陈浩稳，哦，叫因换起来，哦，投手搁等一个 hit by pitch。目前是1垒、3垒，拢有咱台湾队的这个选手，所以因赶快的投入一下吼，陈浩稳。哦，这陈浩稳的总是2个 hit by pitch 就2分啦。即阵轮到是黄剔瑞，哦，咱听到教练团讲莫急莫急，因第3任投手。这局起已经到20粒球，是摕到一粒好球。对啦，当然袂用急啦，因为你急拍袂到伊的好球哈。较斟酌哈，较斟酌来上球咧，上啊准。哦，但浩稳已经走起来2垒，哦，这阵是3垒有人啦。哦，这球出去应该是有机会，应该是有机会。出去无？出去啦！出去啊！吼，这是咱黄剔瑞吼，今日是哦2支安打表现，伫第5局是好，这个1支安打，这阵是3分，3分的好不啦？3分，价值连城哦，伊家己嘛真欢喜啦吼，这分打起哩，分垒帮头顶，意义真正无共款，这是咱今日出现的第2支 home run， 这支甲好起哩吼，甲好出去墙仔外口。老师数起来啊，咱今日买档6局后半局，搁1支。哦，这个数据真正有来啊啦吼，黄剔瑞。
哦，所以咱伫即局啦吼，真正是有一个水库大补啊。目前咱即局得到4分，其他两支好不人啊。是。88号共款是咱的蔡伟泰，咱的捕手。哦，这球搁撬去迄个方向，赶快就是这个好啦喂，飞出去呀！恭喜咱的蔡伟泰！哎呦，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啊！这阵9比0的领先咯。好，咱讲黄品瑞、蔡伟泰连续2支 home run back to back， 连续2支哈，2支位置拢差不多哈，是，通差伫倒位啊。这是今咱的第3支，第3支好不人？9比0的领先，到底用胶的哈。是。刚刚咱讲比赛这个赛制啦，吼，咱讲5局15分，吼啊7局10分，是。哦，所以咱也够有机会会当考到。考到是你即马7局嘛，爱拍7局10分啦，嘿。对。而这阵个换投手咯。93号。是。好，然后咱讲今日吼，伫咧2出局以后啦，吼，嘛是有真好的表现，2支 home run。啊，咱讲这局起吼是因第3日吼，咱的单地优胜一支2垒安打，啊，虽然向接杀高玉伟，迄球嘛是差不多全垒打的态势啊。2出局吼，2出局摕到4分啦。是。吼，2出局2支好不人摕4分。嗯。啊，本地咱叫是这个高玉伟换起来，迄支嘛是差不多要红不让叠伫这个红不让的围墙啊头顶，是叠到迄个布棚吼。所以咱目前吼，这个第6局摕到5分，目前是9比0的领先。咱若讲这局有法度搁摕1分吼，7局顶半收起来，咱就结束啦。嘿，咱后讲的嘛。是是是，所以这分嘛非常重要。算讲因减拍半局啦。是，因为咱讲到下载另外一场比赛，嘿，这个巴勒斯坦对韩国是拍9比0。9比0，啊，拍到第9局嘛。9局，嘿。是。哦，所以咱莫差这1分，咱这分。即阵来王定玉，啊，王定玉今日嘛是有另外一支安打啦吼。哦，这个咱讲今日买番茄嘛是拍了袂歹，7番8番。啊，所以咱交换王定玉，啊，面对因新换起来这投手，第4任投手啊吼。是偏悬的歹球，靠选球嘛是会使啦。是，靠选球上1垒，投2垒，啊，搁来一支安打就10分啊啦。是。啊，这个是一个好球，目前球数咧2粒歹球，一个好球。这是呢第4任投手。瑞丰，哦，佫是一个 hit by pitch， 佫得到人啊吼，是，这局第2个，哎，这也是讲咱的第10分已经徛去垒包头顶啊。所以这个换起来，这个投手啦，老师嘛有讲过，可能无这个愈换愈歹尔。这个投手吼，我看这资料，黄瑞丰吼，伊有来台湾读这个明星科技大学呢，棒球队呢，嘿，伫新竹啊。是。嘛是真少年哦，22岁尔。我看这资料吼，伫2当前。第30届的一个亚锦赛吼，对咱台湾哦，第5局嘛是起来后援登板，去互高玉伟吼讲出提前结束的再见安打。是。这是一个好球。
伊讲过去是因为经典赛介意兄弟啦。对，咱的这个一番嘛做一个调整吼，这个即阵咧讲的是林武力，应该就是讲借着即场吼，因为即场是赢在的，所以尽量互逐个球员吼，拢起来一个，嘿，起来小一个啦吼。有影。safe， 这是一个牵涉。哦，伊伫第13届吼，是伫第13届的即个亚洲杯吼，即个东区对着即个新加坡吼，投出7局吼，即个 shut out 完封胜，啊，就是即个黄瑞峰。陶瑞，保球团应该是无机会。啊，投到这个陶瑞是咱的交换王定玉，即阵啊陶瑞成功来到2垒。目前咱也是有机会继续来调分哈，咱第10分已经来到2垒了。这球攻出去，看嘛咧，是毋是有机会？是毋是有机会？哇，接无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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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倒来，10分倒来。攻出来带是林武力，吼，这支嘛是真深，吼，真远的一支，应该是2垒安打啦吼。所以咱第10分已经入来了。哇，这被3垒安打， 3垒安打哦，因为够深嘛吼。这个因的中外野手接无到，所以咱的第10分已经入来了。这已经拍一轮啊啦，吼。是。等于这局的第10个打者要起来上场啊。嗯。啊，讲换投啊。94号。咱讲第6局啦吼。单第5胜一支2垒安打，哦，过来是4番高玉伟，哦，共款迄支差不多被红不让的，哦，2垒安打，啊，过来就是黄品瑞，哦，蔡伟泰 back to back， 啊，个这林武力啦吼，投到这支3垒安打，摕到这局的第6分，目前台湾队是10-0，黄书进啊，是。即阵嘛是换因的第4任投手啊，所以咱讲除了拍过程较无好拍以外，咱拢是有做一寡突破吼。是。所以即阵咱已经赢10分啊，第7局老师头头嘛，甲咱提醒，啊，收起来，收起来，嘿，收起来就比赛结束啊，嘿。哎，因那是后攻的。是。有影吼，这个第6局开始，吼面对因换起来投手无稳定，吼咱嘛是看到机会，吼都有真侪选手一个跳出来，吼今日咱嘛爱恭喜台湾啊有3支的红不让，啊其实有2支拢真接近红不让的这个顶级。第6局这5分啊，目前摕到第6局咱目前摕6分吼，其中的5分拢是2出局以后摕到的吼。是。这叫第10个，吼，就是一轮，就是咱的单第5。单第5，嘿，单第5是第6局第1个起来打击的，就是2垒安打。这是一个较悬的歪球。这黄书进是一名倒投啦。嗯 ，lefty。2个歹球，3垒有头讲3垒安打的林武力，共款有机会甲伊送转来吼。啊，有另外一种讲法叫做 southpaw。南半球哦。无，迄个南将迄个 PAW。是。South 就是南边的嘛吼。对。诶，啊，这就是甲古早这棒球场的方向有关的，因为较早。古早的棒球场拢是坐西向东啦，啊你也倒投吼，你即马看倒投，即马这黄书进这个倒投点，伊手吼，伊的手伊
伊咧投球，伊个手伫南边，哦所以叫做 Southpaw， ，Southpaw PAW 啦吼。PAW。这球应该有法度走11分回来，无问题。这是投手的 well pitch， 咱的第11分，林武力甲走回来。所以目前咱已经是11-0。哦，可能咱讲15分就结束啊呢。哦对啦，但是因为即摆2出局吼，还佫4分呐。嘿，这阵rebound等拢无人，哦，单第五，这佫是一个补上。我头来讲诶，破 PAW 就是鸟五鸟啦，爪子啦吼。五鸟金鹰啊！嘿啦，五鸟嘿。所以目前呢，吼，咱的这个第11分回来，这也是这局的第7分。啊，这人补上吼，这个单第五徛起一垒。但是有当比赛吼，一寡比赛投手啊咧。哦，控球啊咧走正，有当是命要拍袂完啦。因为吼，你也保送一做吼，有当手臂嘛影响到手臂，手臂就有当有当会产生失误啊。是。哦，定下咱看就是讲，尤其咱之前转播即个基站棒球，国手的这有当就是保送失误啊，搏斗啊，拍袂完。迄分数拢是双位数安尼咧起跳。对，嘿。这球。球了伤紧啦哈！啊，即阵咧讲的是咱的这个三番潘俊武啦吼，潘俊武今仔日咧是也无任何安打的这表现哦，刺杀吼，补上接杀，啊，这是第5个打席。嘛是顺球一个突破一个吼，即阵球数也是投手领先。其实香港队吼，前4局吼，前5局表现，我是感觉算袂歹啦。内容真好啦吼。这球攻出应该是一支安打，啊无接无到。四个无吼。这是一个刺杀啦哈。不如咱伫咧第6局咧得到7分，咱靠到吼黄炳瑞甲蔡伟泰 back to back home run， 目前是11-0领先。公司台记台阿文报道，趣味的赖大图，斗阵讲台语，阿文头一摆，图实在有够强，趣味的生活用语，做伙练台文，台记台活泼赖大图，等你来买哦。耶，登来咯！啊，目前呢是11-0，哈，所以老师头先嘛讲到第7局收掉，咱就当提早结束这场比赛。老师，你迄愿望会当甲咱大家讲啊啦吼。好啦，莫安尼歹势讲。安尼歹势讲啦吼，无要紧，咱私底下讲袂要紧啦。私底下就好啦吼。好，所以咱这阵是11-0，吼，这个第7局，吼，咱头先嘛讲到这个高伟强啦吼。应该是换落去，即阵应该是换李志林起来吼。这个是咱讲第一场比赛有出现的李志林，哈，是来自这个魏全龙，这个选手，即阵来做 closer。好，咱讲到顶，啊，这个第一场比赛伊出来的时阵吼，投球的内容拢真好啦吼。继续转来要来迎接胜利的第7局顶半局，目前轮到是中国这个香港香港队来去做这个攻击啦吼。咱嘛讲到咱即阵赢11分，因为这个赛制关系，咱会当提早结束比赛，就是甲这局守好势就好。是，这局只要卖失2分，就提早结束。失1分嘛是刚刚考到。有影。这局互伊攻出去，靠小刀传向一垒。
应该是无问题。刺杀出局。好，咱离这场比赛胜利剩2个出局数。这阵轮到是因的中心打线这个三番吼，温祖贤。哦，这个应该是处理的哈，嘿，有出手吼。主心哈，主心直接夹起来。是。哦，李志林非常的少年哈，也未满20岁。是。2005哦，2005 10月初6，都要满啦。是。后个月咱就来祝伊生日快乐啦。后个月就满20岁啊。是。来自台湾高雄啊。嗯。伊是一个普门中学。哇，普门嘛是这新的蓝霸天啦吼。是。这个也是好球，射入去。来自于国小是林武。嗯。林武国小啊，郑金、青小帮啊，伊嘛捌拍过即个社区小帮。我卡压较悬哦，这个三振无问题，第2个出局数。我嘛投出伊的信心出来。哦，这个测速秤可能有较回稳一下，144，但是可能也较减一下吼。应该唔难啦吼。应该唔难。伊即个李志林伊的速度吼，快速球来到同今年来到151公里啦。是。时速151公里。面对上尾一个出局数，这个是一个较偏外角的歹球。感觉无啥可能143啦吼，这速度应该是紧的啦吼。应该是有超过啦。这是一个foul ball。而且李志林的无啊，若算投一粒电啊投咧，无啊就落落来咧。好，对袂着阵，2粒好球。面对这场比赛胜利剩1粒好球。哇，这个较悬啦吼。你看无啊，搁落去啊！伊也只要球速吹出来，无啊就落去啊。是。无啊就落掉啊。掉。同款。面对这场比赛上尾出球数，剩1粒好球。无问题，三振，2-0 ，closer 成功，嘛恭喜台湾队11-0，啊，摕到这个比赛的胜利，嘛是咱这个分组吼，咱小连续3连胜，啊，咱讲赢巴勒斯坦、赢韩国、赢香港，拢无互对手得到任何这个分数啦吼，啊，有影咱讲今日的前4局。老师头先嘛学了讲香港的这个表现算袂表现，啊，尤其这个武侠小说的过程，吼嘛是老师互伊真大这个肯定啦吼。但是咱嘛爱好好注意，就是讲咱的这打线甲第6局才真正发挥。哦，老师安怎来甲咱建议，就是咱的这个球团啦吼，伫咧未来这比赛吼有一寡调整的所在。其实美洲同重要是对韩国啦，吼，对韩国这场啦，其他你有咧看棒球的比赛，就知讲其他这2队啦。吼，也未拍，大家就知讲一定是高度，是摕几分的问题尔啦。有影，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前4局有影无法度突破这个过程吼，尤其到尾手，咱看到这个第6局的时阵吼，咱讲靠着较长期的，才有法度吼来甲分数这个扭开，尤其是7分的这个大比分的这领先，啊，将基本的咱是吼这个考到11-0，啊嘛恭喜台湾队啦！今日虽然吼伫头前较辛苦，但是尾手有甲这个大打吼，也是讲起来这个选手拢拍了真好。未来咱都要好好来应战咱的这个超级循环赛。啊，咱讲到这个 B 组、A 组吼，咱的对象的可能就是日本甲这个中国啦吼。确定是日本啦，是，确定是日本，因为中国，因为日本嘛是大比数甲中国赢掉，应该是。13-0，考到对方，然后所以咱即阵吼的这个对战的这组合嘛已经完成啊嘛，今日非常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咱明仔休困一天，吼拜5继续来见面，今日嘛感谢老师的配合，多谢，多谢阿斌，啊，多谢观众的收看，大家再会，拜拜。